沙漠气候的波斯湾地区，这2天落雨落甲做水灾，阿曼上无18人死亡，杜拜1米到落1年的雨量。美中2个国防部长实行会谈，美国的亚太左倾嘛访问中国，两边拢真注目台海议题。英国按算打造无分国家，2009年以后出世的人，按算因一世人拢袂使买分，法案进入治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这沙漠气候的中东波斯湾地区，这2天竟然是落雨落甲做水灾，阿曼迄边尚无有18人死亡。也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城市杜拜，是1米到落1年的雨量，是这75年来上介强的大水雨，所有的飞机拢暂停起飞。这杜拜过去平均1年是落127毫米，这雨量本身就真少。不过这阵气候的变化遐尼大，1米到落120毫米，这当地排水设施根本就讨袂离。咱看边仔这张图图。顶悬就是原本的沙漠的模样，这阵竟然是淹到半只车遐尼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上济城市杜拜，16熊熊落大水雨，因为杜拜无常态性降雨，车路欠缺排水的设施，致使真侪车拢浸伫水底，嘛互路面的交通大塞车。根据天气监测站的资料，杜拜伫16迄天12点钟内就落超过120毫米的雨量，差不多规年的降雨量。也若杜拜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嘛，差不多去大水淹去，所以取消超过50个航班。当地政府嘛宣布，16所有的政府机构甲学校拢改做远端办公甲教学。阿曼空军出动直升机协助斗救受困的几10个民众。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落大水雨的前几天，阿曼为14就开始出现雷公四呐透风落雨，致使北部甲东部几个所在山顶变大水。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10个10岁至15岁学生。所以阿曼伫15甲大部分所在学校关起来，真侪条车路嘛因为安尼封起来。也若阿萨基亚省嘛做大水，为15到今，搜救行动要持续咧进行。即个风暴嘛伫15暗时啊，影响附近其他外海的国家，包括巴林、首都贝兰马的车路嘛去大水淹去，水有甲半个脸来悬度，车都爱伫水底咧驶。也若伫中美洲，就算目前还是春天，不过因为小影侵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上悬温称甲摄氏34度2，打破国家气象局塔科巴阿天文台伫1998年4月份上悬气温的记录。Es una exageración de calor, la verdad. Creo que tratamos de salir lo menos posible. Por eso yo que estoy en el comercio, tratamos de estar lo máximo que se puede en la sombra, aunque pues ahora sí que la utilidad que tengo es acarrear, bajar, subir, y pues sí es estar fatigados con el calor, tomar bastante agua, hidratarte lo más que se puede. 墨西哥国家水源委员会甲气候变迁研究员拢表示，小影恐惊会予墨西哥其他的州温度超过摄氏45度。有专家指出，全球的气温持续加悬，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为制造排放的温室气体，加上今年拄好拄到圣婴年，致使东部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加悬。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另外一件意外消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间400年历史的古建馆交易所遭到火烧，坍塌倒去，加在是无人伤亡。不过这内底有真侪珍贵的艺术品甲古董，拢总烧了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真有名的地标古建馆交易所规个倒火，坍塌火火烧甲规基拢倒来。It was built by Christian IV 400 years ago, and it was the center for trade in Northern Europe for 400 years, and it was the house with 400 people working in there, working for Danish enterprises and companies, and now our home is actually on fire. 伫消防员拍火时阵，防甲性命危险的人开路急救人员，建立无所属的丹麦上港总会，包括执行长米凯森在内的员工，走入去内底救几落百件艺术品出来，包括刀、镜、吊灯、时钟、表啊。丹麦19世纪印象派画家克洛伊的作品也拢安全救出来。It is our
Notre Dame in Copenhagen this. We are going to put out the fire. All the paintings and all the things of value that was possible to save from the building has been saved. 导火原因也唔知，规个建筑物有正大部分拢被严重烧害。这个据证券交易所已经无伫咧交易。丹麦商工总会自1857年开始就这栋建筑物的产权，并且努力伫咧复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风格。这栋建筑物一开始是伫咧做地米加香料废物的木屑，伊正特别的尖塔外形是4条龙的尾溜填起来，表示要保护丹麦透过木叶所赚入来黄金。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关心国际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甲中国国防部长张军将视讯会谈。奥斯汀是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另外，去中国访问的美国亚太总卿康达，伊是真罕见有见中国各代办的官员，伊嘛有讨论到台海议题。国军拍伫海堡顶面对海面射击，陆军东指部17早起伫台东市离家开出海口进行实弹射击，以实战训练强化部队作战能力。因为中国继续用武力扰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甲中国国防部长张军计18个月伫美国时间拜日进行视讯对谈时，奥斯汀也甲焦点放伫台海问题。The Secretary reiter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U.S.-China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he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同时，伫北京访问的美国亚太总卿康达，甲北京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执行主任贝沙兰，除了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也甲中共涉台事务官员、国台办副主任邵开明会面，讨论两方问题。康达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另外，日本公布的外交纳佩斯也讲到台海稳定对全球安全真重要，更加指出强军动向是国际社会真烦恼的代志，也是上大的战略挑战。另外一边，美国甲菲律宾正伫进行2礼拜建盾联合军演。这回美国陆军新型的陆基飞弹发射系统也加入，部署伫菲律宾卢松岛北部，是头一摆伫第1周年来出现。美国的太平洋陆海空军都具有长程的投射能力，可以压制中国的这个武力威胁。这一点，我想就是非常重要，可以提高嚇阻能力，其实就可以确保印太的和平与安全。专家讲，这个系统佫叫做太空武器系统，用在舰载顺翼飞弹甲标准6型飞弹，射程包含整个陆上海峡，伸延到中国沿海，甲解放军伫南海设基地，目的是为着强化美国甲菲律宾同盟作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场国际头人会面是德国总理肖兹访问中国见习近平。习近平是强调，两国经济合作是机会，唔是风险。也若是肖兹是为着因的企业争取公平投资环境。不过有一寡外国媒体就评论讲，这肖兹对中国的态度太过温和，效果可能真有限。德国总理肖兹任内第2摆访中，阁带一大堆官员和企业代表对来。伫走访重庆和上海了后，肖兹16日来到北京，和习近平来会面。肖兹表示讲，交融双方的经济关系真重要，希望伫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会当得到公平竞争的环境。伊嘛针对中国补贴电动车和应用能源产业造成倾销的问题提出看法。Die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ist hier eine gute Organisation, über die wir gesprochen haben, die mit der ja eigentlich alle Subventionen immer angemeldet werden müssen, die dann auch in diesem Prozess verhandelt und bewegt werden können. Und ich glaube, dass das ein notwendiger Fortschritt ist, den wir erreichen müssen. 德国伫俄罗战争推升通膨这种歹环境之下，造成去年的经济衰退。肖兹虽然替经济来找出路，向中国挖过去，但嘛无别记咧暗示中国莫提供武器互到西亚。习近平是强调讲，中德之间是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互相袂有安全威胁，合作毋是风险，但都是关系稳定的保障。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有分析指出，讲肖兹这摆讲话行动拢真注意，那寻求和上大的贸易伙伴扩大合作，那嘛无希望得失到其他西方的盟国。不过有消息指出，讲德国方面烦恼有治安的疑虑，建议相关人员结束访问回去了后，手机爱详细检查，甚至用了就单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印度4月19开始国会大选，分做7个阶段投票。
选民计共是有9.7亿人。根据目前的选情，执政联盟是真有可能的3连霸，这嘛代表讲总理莫迪会当挑战第3任6权17年。选务人员早节选票分配到偏远的所在，互行动不方便的身体障碍者，也阁有较老的选民，用提前以无在籍投票方式参加国会大选。正式投票会对当地时间19开始。分做7个阶段，每一届伫无同的省份甲地区来进行，来确保投票顺利甲安全。总人口已经是世界第1的印度，今年的合计选民将近9.7亿人，会讲是全球上大规模选举。对2014年以来，诉求民族主义甲经济发展的人民党就已单独超过一半的状态，连续赢得2届大选。Sense of nationalism, being an Indian, we feel proud of being an Indian. India's image in the world has gone up. We have a strong leader who has raised the stature of India across the world. 伫印度教徒全面支持人民党的情况下，莫迪迈向3连任，因讲已经是确定啊。英文的《日本时报》甚至指出，这已经不是讲倒一个党胜选的问题，是人民党到底会使赢偌济。I think if the BJP government and primarily Mr. Modi win the kind of heavy majority they're talking about, 400 seats in a parliament of 540, overwhelming that would be. 那真正是安尼，分析家认为，莫迪除了有希望立边，甚至是超越头一位总理尼赫鲁，连任将近17年的纪录，继续推进印度经济发展。执政联盟也有能力发动修宪，彻底来改变未来印度的政治版图。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时代杂志报道，谷歌提供以色列云端服务，这就引起一寡员工甲亲巴勒斯坦的民众抗议。认为讲这款服务会当互以色列利用来攻击加沙，根本就是助纣害人。另外，威尼斯的艺术双年展负责规划以色列馆的艺术家是表示，只要无停战、无放人质，场馆都袂开放。开伫科技公司谷歌的加州桑尼维尔园区头前，数十名谷歌的员工甲亲巴勒斯坦的民众，起标语抗议谷歌甲以色列政府针对 Nimbus 计划的技术签合约，制作杀人的工具。Not only i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concerning, but just the context of which the contract is being taken place, and we know that the genocide in Gaza is the first AI-powered genocide. 这个计划是以色列政府甲谷歌还有亚马逊合作，高达12亿美金的云端运算甲人工智慧协议。以色列媒体捌报道，合约规定，谷歌甲亚马逊袂当阻止以色列特定部门使用因伫计划内底使用的技术。虽然谷歌发言人捌伫册别说明，这个合约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无牵涉甲武器情报服务者的真敏感，也是机密的军事工作。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大力使用 AI 人工智慧系统。因此要对加沙进行空袭的目标，而这款 AI 系统可能需要云端运算基础设施才会当运作。为此，谷歌伫西雅图甲纽约员工嘛捌进行抗议，不过谷歌煞无回应这个抗议。另外，为着敦促以核冲突赶紧达成停火释放人质的协议，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60届技术双年展，其中7名以色列馆的艺术家帕蒂尔决定伫协议达成进程拢未开馆。It's not Israel's decision, it's the curator's decision and the artist's decision, and I think it's a very courageous decision. The choice for the Israeli pavilion to close feels like the right one. There'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Biennale to have the pavilion not open, and there's been petitions signed. 这项展览吸引假嘅艺术人组织伫威尼斯参观。受到以核冲突影响，伫有线展览进程已经有数千名艺术家、策展人、还有评论家联署一项公开声明，要求排除以色列馆。另外，有23名巴勒斯坦艺术家虽然要求参展和拒绝，也愿决定会伫双年展以外所在展出作品。国视新闻台是同编译。英国国会将一头通过一项禁婚的计划，这内容是按算2009年以后出世的人，因一世人拢袂使买婚。这实施的办法就是当年提悬会当合法买婚的年岁，目前的规定是18岁才会当买。来解释给大家听，若是这个法案2年后会当顺利实施，迄阵2009年出世的人是17岁，不过合法会当买婚的年岁是18岁，因抑阁差1岁。不过，等到因满18岁的时阵，这合法的年纪又阁提悬到19岁啊！
也就是代表讲，因永远都无法度遇到合法备婚的年岁。这长期落来，会当合法备婚的人就愈来愈少。若是照法案规定的，2008年出世的人，就是上尾一代会当备婚的。那用英国平均岁数活到80岁来计算，到2088年，也就是64年后，在英国会当合法备婚的人就愈来愈少，嘛愈来愈少人会当结婚。这就是英国要打造无婚国家的长期计划。英国目前合法备婚的年岁是18岁，为了打造一个无婚世代环境，首相苏纳克伫旧年保守党年会提出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会禁止备婚的年岁，定伫2009年1月7日以后出世的人，也就是今年15岁的人口，而且还佫按算当年会甲合法结婚的年岁提悬1岁。法案伫保守党内部引起真大的反弹，包括2个前首相在内几个大人物，拢公开表示反对。亲像前首相强生，顶礼拜伫加拿大渥太华出席保守党年会时阵，伊讲禁婚的法案根本是起笑，还佫以婚假金条的前首相丘吉尔做例。伊讲丘吉尔的政党即马要禁塑胶，嘛较拜托咧。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前首相德拉斯，嘛以个人自由表态反对，讲这是甲人民当作是囡仔咧对待。卫生大臣阿德金斯十六日进行意图表决，为法案的内容做辩护的时阵，伊指出袂当有食甲条条的自由。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most one hospital admission a minute is the human cost of smoking. Smoking leaves people with premature dementia. It puts them in care, attached to oxyge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尾啊，保守党开放党员自由投票，也就是讲无需要照政府的指示。不过，伫工党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法案的第一读会以383票赞成、67票反对过关。内底有178个保守党的议员支持，57个人反对，而且有106个人列伫无投票记录内底。保守党下议院的领袖莫丹特就是其中之一。工党的欧亚卫生大臣苏德里廷就批评苏纳克开放党员自由投票，是甲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放伫危险的处境，因为伊无当对抗党内德拉斯派系人马。这个禁婚的法案伫正式正做法律进程，还佫有几啊关，亲像上议院表决，不过有真大的可能会伫大选进程完成立法，也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经济消息，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讲，这通货膨胀转好进度上过慢，所以讲短期以来应该是袂降利息，这就造成美国股市起起落落变化真大。The recent data have clearly not given us greater confidence, and instead indicate that it's likely to take longer than expected to achieve that confidence. 顶个月初，捌伫国会听证会顶悬表示讲，降利息已经无远的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态度是转甲变较保守。16伊伫一场活动内面，明确指出讲，伫通膨降温对2%的目标划过去进前，现有的利率未去震动，暗示讲毋若降利息的时间会延后，降几摆含幅度嘛有可能会比进前评估的搁较少。美国3月的 CPI 年增3.5%，含2月的3.2%比无减电都增加，而且核心 CPI。连续3个月起，鲍尔将的论调互美国有漏气，道琼收盘终止连66，但纳斯达克标普500拢受哦。The markets have over the last 6 months or so moved higher. Because of the idea that there were going to be multiple rate cuts, and that has propelled the equity markets. But now the equity markets are pulling back off of that sugar high 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fewer rate cuts, if any at all. 上时国际货币基金认为，讲虽然真侪国家面对通膨的压力，但是美国含一寡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阁算强。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对1月预估的3.1%，对顶悬加到3.2%。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isplay remarkable resilience, with growth holding steady and inflation declining. 这摆 IMF 甲美国经济成长率调升到2.7%，比1月的报告是增加0.6个百分点。中国拄公布第一季 GDP 成长是5.3%，嘛比预期阁较悬。IMF 无摆拄甲中国今年的成长数字调起哩。不过 IMF 嘛承认讲，嘛是阁爱观察中国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危机敢有改善。另外，阁继续对通膨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嘛，互 IMF 对经济前景的态度是保持谨慎。国际新闻张惠丽编译。
红菜头、马铃薯的皮，也有金蕉皮等等，平常时拢是下土角的部分。不过其实伊嘛会当变做真好食的料理。比如有一个总铺师，就甲这社区的猪腎灶骹，用这寡人无爱滴的食材来煮食，又阁营养，又阁袂拍酸。叫家己是专业回收商的奥坎波，对讲煮食循环利用计划已经11档啊！伊相信只要好好啊运用，真侪红看做是袂当食的喷，其实拢是好食佮健康的食材。亲像金蕉皮是有大量的镁含锌，豆仔的壳内面有真侪铁。用这个概念，奥坎波最近含因某是深入首都利马的三甲地区，甲同门的食谱含料理功夫，拢亲身教予这的社区猪腎灶骹。Nos cambió la vida a nosotros porque cocinábamos cosas que realmente no sabíamos, más las verduras que nosotros prácticamente los botábamos a la basura, ¿no? Como las cáscaras que era de papa, de alberja, zanahoria. 环保料理拄开始推广的时阵，并唔是真顺利，因为真侪人拢认为讲，搁较散食嘛袂当食笨素。不过经过长期的拍拼，是愈来愈侪人发现讲，这料理口味真好。Está bien delicioso, es lo que saboreo al menos con el tiempo que estoy acá consumiendo en ese comedor, está bien. 充分利用食材的每一个部分，自然就较袂拍酸。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22年，人类逐工拍酸的食米差不多是10亿份的餐点。那这些拢会当充分运用，就会当消透部分腰腹肚的危机。推广永续煮食的总铺师指出讲，人类若对单一的食物，也是动物内面提取的营养愈侪，正食也是养殖的动食物数量含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都会对得减少。这对消透地球暖化是真有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英国的国家信托是欧洲上界大的历史文化保护组织。因这站咧整修老厝的时阵，是意外发现这批18世纪对中国引进的山地花树。经过因好好照顾，又搁开始大开啊！咱做回来看。1725年起的温特沃斯庄园是英格兰地区上大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物之一，敢若订就50英亩宽。国家信托甲温特沃斯信托基金会合作，用500万英镑，差不多大票2亿，修理破损严重的花房。却意外发现，种伫咧这内底的山地花树是18世纪上早自中国引入的树种。They were some of the first to come into this country from China, so they were really, something that only the really wealthy could afford to have. One single plant was the equivalent, the value was the equivalent of a maid's wage for a whole year. 另外，伫大不列颠岛西南边的威尔斯，食物专家正努力想要甲顶一个世纪60年代，互人类甲动物过度消耗到强要绝种的原生种的食物高指数，伫这片土地顶头各界静待。When people think of endangered species, you think of rhinos and orangut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actually 40% of the world's plant species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to some degree or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would surprise people, and also it would surprise them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plant species right on their own doorstep in North Wales, which a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专家经过几60年的努力，真无简单，才甲准的6丛高指数培育出110丛，经一个较偏僻的所在种这款树栽。保育团队希望，等几60年了后，这款树栽会当大丛个探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